大家有情。人生总会行到无路，唔是讲，该唔系青头，系提上眼里，爱做完了。有请你来到有爱无踪嘅生活，向下来转嘅玩，看到奖。欢迎好朋友又一摆来到转车湾看到奖样嘅节目，我是丽丽。大摆听到的节目分享嘅好朋友，介绍讲到自家嘅故事，我咪會想到我嘅故事。我咪係地府卡窮20年，才行出來。故所聽到來賓分享家的故事時嘅，我都會想，你有機會行下就行出來，安尼一定會較好哦。根本因嘅來賓，佢因為薄片嘅冇做看唔到嘅，佢地府卡窮7、8年，雖然講冇愛研究好，唔過呢啲冇嘅人生真精彩嘅。7、8年都安尼冇睇咧，唔過後來家姐叫機會做得反轉嘅人生咯。好，等下做個咧好好聽佢講故事。先來到愛動什麼呢？也在等嘢來聽金杯主角李文煥佢個分享，佢個感謝萬年咯。愛是夢把愛帶愛去了，愛是夢兒中愛明亮不足，愛是夢想愛本愛希望，愛是夢兒偏愛行過痛苦，人生路感謝有你，愛懂什麼兒。我當什麼兒？大家好，我係李文煥，我係木竹模嘅中途失蹤嘅一隻，應該係講也多做先生啦。從我細細家到一下19歲開始看唔到，到一下46歲，也中間我當感謝，應該先講感謝2、3年，一隻係我各種嘅bản土先生，因為佢嘅關係影響到我將我行出我屋企來到台北。台灣盲人重建學按摩，然後也有這種視障朋友這種的技術，將我行出來變成有無窮的人生。第一張我感謝係我聽廣播電台的時間，聽到一個柯老師他在宣傳給台灣第一隻導盲犬的事情。我這樣地講，原來看唔到的人可以接受資訊學按摩，這樣有辦法改變我自己的人生。安尼主要我先感謝也2隻先生改變我嘅人生，我當什麼兒？哇，條前冇路咧啦，停下來！唔係愛停，係愛轉彎嘅啦。你向下轉嘅彎，看到獎。轉車灣看到獎，歡迎好朋友來到也在對面哦。今日我邀請哦，佢係啲美麗來嘅好朋友哦，佢係就係李文煥老師來分享。嘅李老師你好，你好。其實嘅李老師哦，動物行哦，佢除了佢自家嘅工作哈，佢咪做動到置業哈，也係美麗嘅視障協會嘅理事長哦。也下因呢，
也都宠物理师哦，也变做系乡下宠物的工作吼，常务理事咧吼。好，过你知道个李老师哦，系因为哦，你哋去年哈，你得到总统教育奖哈，呀，当恭喜哈，个跳下有睇到哦，李老师啲嘅爱动什么呢？也在对面有讲到哈，其实你系当感谢哈，有一些好朋友有对你听书，没有本你有机会来到台北来学习哈，個從頭來講起哦，都係講你係罕見疾病，就係本你中途市長，所以你細細嘅時間，其實你看到也在世界係冇？係我頭擺生死前係看到嘅，然後完全正常嘅。故說你也係看你哦。冇從市長朋友你又好未又快啦哈，你哋都好，你又係你同你聽書，你會講喲，乖乖啊，你看到好好啊，昨天同分享係用版哈，你就發現講你是家嘅冇做同朋友冇共用咯。一開始講係讀書家下啦，我哋條擺讀書家下，當然就是要升旗典禮咩，因見看佢。時間上面，因為按到碰些毛，比來比，吃到乖乖。嗰時節，護士阿姨就講結多班上有檢查木珠，伊講喲，我發現人家木珠用視力量表有近視眼用嘅，係人媽媽帶伊看醫生。結果今日按不到就轉去看醫生啊，當跳，因為嗰時候戴目鏡吼，迄帥哥人同讀書嘅嘿，當時候你戴目鏡，佢其實半年嘅時間，講啊轉去我媽媽帶我去看，嗰時候沒有你的眼科，醫生講要按乖，人講無近視眼，但是人來我從來沒講，人來看過疑難雜症哦，佢眼光看無近視眼，但是看唔到視力量表，所以我媽媽講我帶我去台中啊、永中，也喺台北永中去看。就差不多一整年的看醫生的時間，我木主邊都，他家爸講我存到2分目、3分目安尼聆聽的，也可能存1分目了。係啊，個嘅社會學獎係看得到啦，嗬。我講，好，其實怕你媽媽爸爸大家從啲都到乜嘅事情嗬，你冇做，也因為安尼，你嘅兄弟姐妹沒冇嘛，嗬。冇我三十老妹十老太種下冇安尼情況，對啊，故說我家人是講應該拍醫好啊，因唔啲完全唔啲嘅係樣嘅情況安尼，對，就簡單嗌看醫生啦。對，其實你有讀書啊，升學啊，考試啊，你有用辦咯。故說嘅頭擺做特殊教育。老師講做我冇親好啦，跟阿木主唔好伊個老師講我主先，班頭講，同媽媽講，我們先本去休學，先去看醫生，看醫好嘛。個醫個家長嘅就醫唔好誒，醫唔好講話同學一條就唔判得捱冇一套書，就見怪捱一套書，講話各種3年生間都轉一套書，強下邊呀。但是當一套書哈，就帶一隻空嘅書包，一隻便當盒，就帶便當去吃飯，好，就幾年呢，就會抽到教室都講堂課冇考試，同學考試嘅捱就多個衰末，所以捱可以參與嘅活動只有體育，然後唱歌嗰啲。對。個幾時未做得打 Q 嘅啊？我至少幾些活動的課程，我可以跟同學們傾下聊啊。因為我本來係升學班呢，升學班就是他家主要都讀書嘛，然後考試的，但是一日7、8節課，但是都要考試得多。我哋行晚自習，變到我就冇事情好做啊，因為看唔到書，冇派老師來教我。我咪冇學過點字。盲人應該做嘅事情，我學嘅不愛東西，我做下就唔愛。因為嗰時你本來係看得到嘅啊，都到安呢事情，大家咪冇經驗，冇人哋按用嘅推聽書啦，講聽下你有講到，人家嘅班導師後來又建議你講，來台北咯，來學習係嗎？一開始喺外國種嘅先生，跟我班頭先生劉雲堅先生，佢當外國種2年生上學期嘅時間，佢就提早退休嘅，佢當上來，因為我本來成績當好，個我當過來，佢當上來，但是佢老實講，佢就是不偏，不嗰時講憂鬱症哈，但是以前憂鬱症就按照精神病嘅，老師係有精神病，把他種咗做先生。
但是亚汉人就会分讲，也有分忧郁症、老躁郁症，还有分开不一样，也有药吃。特别其实结退休的，佢讲影响生人的。嗰個捱到咩問題，都捱各種語言上，一直都捱各種病呀。嗰個老師就有一年忽然間就叫人我卡，佢都時常聽到喺啲先生講，特別人班呢嗰隻李文芳木做快特咧，都我卡本帶冇讀書，老師當緊張，就去上朝買另過來我卡看捱。其實當感通啦，因為病人按多年咧。他那時候上4年呢，沒冇人來關心我愛沒，只有班上的同學偶爾會來看我。但是老師來看我，對我影響動態，因為動感唔同。雖然講老師一來就跟講，我不管文化我不管吼，佢講學法來講，不管你白教也好，也強人也好，也談唔到，沒有阿個沒人怕。但是老師同講，一定要讀書，只有讀書吼，怎麼本人嘅人生變冇窮樣。其老實講，條班人家講嘅啦，讀書會本目前的人命運變冇窮樣。但是老師同講，也冇做唔好，佢用讀書嘅話，喺班人人生咩變冇窮樣。老師講過年啦，那佢反咗客家話，係啊。但是一開始我係都是唔信老師講嘅話，但是有談到變個程度哈，都有埋下我一個種子在心裡面，這樣子，對。哇，嗰首嘅生意喺烏卡凍久哈，有7、8年咯，自家空地烏卡7年，78年來特別好按摩。看到嘅老師哈，佢冇放棄哈，都同伊講，其實食材係當重要嘅法哈。唔過愛美啲哈，文化嘅心理都從愛當然重要。我以前未係，我感覺哈，人都同我講乜嘅，從無哎呀，你講嘅啦，你也唔係愛啦，你用啲愛心肝度嘅苦呢，哈其實愛嘅講冇方便哈，嗰時候我會感覺我都係安尼啦，冇法度啦哈。唔過有機會來嘅，你就做得看到，原來你做得改變，原來你做得冇窮樣，原來都從老師佢當然同你講嘅窮樣，而讀書而改變，後來你到15歲嘅時到中途失明了，後來你係冇做沒看下冇，不過你到20歲上來台北，剛開始啲嘅台灣盲人重建院來做職業嘅重建係冇？係，錯係。其實就是我行出來，其實我當家伊學校演講，冇注意到伊啲活動演講啊，我講下嘅故事咩？按照咩啲人合法講啊，你講嘅全部老教師，但是一開始我出去講講我教字，因為自家過來嘅故事，自家我講講我當艱苦，也當然經講經少了，因為好像有一點洗滌的作用。但是我很讓我行出來呢，其實有7年都我卡嘅沉澱，不斷的有一些想法然後頓悟啦。我行出來都特別，其實我聽有講，我請感謝我聽到一隻廣播節目，所以今日來上廣播節目我咪當歡喜，因為其實廣播會影響到都看唔到嘅人，應該都看唔到朋友親好聽嘅做嘅廣播，因為嗰時候我就會聽劈台廣播啦，聽到一隻宣傳導盲犬的嗰隻節目，我這樣地講，原來目祖冇人生咩，佢咪可以做頭路，可以做按摩，可以學天腦，可以改變。我這樣經常見面啊，講聽我行出去，冇多卡吼，佢人生做個浪費態。講就嗰時候就有點啊頓悟樣啊，就當佢打電話來給特別新莊一片的盲人重建院，拜託給主任講本來來學東西好冇？一開始打來講啊，當歡喜啊，想講叫我本來來，望地講歹勢哦，李先生，我今年吼候補到第17名了，那後年真可以來啊沒啊，講還有數。讓個老天爺天公要按摩相愛，我想我出來加油，本來目做好好，又本來目做唔好，也好不容易愛行出來了，佢又冇天數嘛，嗰時候係安尼想啦，但是後來我冇放棄啦，客家硬頸嘅精神，我就落去變，當佢打電話印度去，印度，打電話當佢打印度講，拜託啊，本來好好嘛，幫我好好。結果真是呢，冇2禮拜天，一個教務助理張老師張先生，佢就打電話來講，李先生啊，恭喜你哦，我們開院務會議，
家庭吼也拜本先日来，先不用先加7-3日来，天气好去吼，那表演唔忙啊，做太太，他讲安尼好，安姿势，嗰时候佢就伊要拄到一只困难，佢讲咱要准备残障手册，特别按照残障手册，他讲哈，乜解残障手册难磨，因为我妈妈一直磨声音啊，迄木主摆在机上讲还蛮好伊啦，一定会好，一定会好，磨声音。其实我的自己是障碍的小朋友，我们早就已经认定这个木主唔会好诶。然后在这个申请省中这手册也在时期面拄到困难，拄到嘛困难，就他专业做你好诶呗，但是我还忙有。应该是莫很惊啦哈，申请莫很惊，莫很惊对，但是我爸爸就一边做诶，结果2年就拿到，也快示范啦，不过阿爸上来啦，佢天数用来，故时候你看到哇，你去台北没拄到很下台挑战吼，因为你阿冇定向嘅学习，你咪唔知玩到到乜嘅人乜嘅事情，其实没有你自家本自家嘅一只鼓励么？我一定会成功，我唔会俾人淘汰哈，我一定会去。係講你去到台北，還是有經過給自己適應啊，係有乜嘅事情沒有拄到俾你，覺得有一點想打退堂鼓，有安尼嗎？正好依家哈啱尾啦吼，根本不愛出意，我老記因為講聽個位生日，唔係我做調試冇食飯，我啲幾相愛咪，我媽媽唔判得我出意，佢用木主冇即係一台北。用隔山係啦，佢講到我身邊21年咧，我就冇不用出一個，而家忽然間講我離開我身邊，我冇辦法接受。但是我講我喺多靠安尼本下以後。我人生就冇睇嚟啊，有睇嚟啊，係嘛？尤其有一年牙球來，我其實我唔定牙球，冇做咩唔嘛？牙球有一年嚟啦，我卡卡，伊年嚟講啊喎，你做乜都冇卡穩定咧？你實啲有咩嘢啊？都卡穩定，咪走條路。牙球攻擊技法，人家客家人講冇球清態咩？佢安尼講嚇，講當艱苦啊，講因為冇做冇啊，我咪冇辦法啦嚇。我喺太陽當地啦，我冇球冇做咩唔嘛？佢講安尼方面有影響到我，講我唔係都卡實啲有面，我真係想我出去，都來一台北新莊一片，拄到乜個困難咧？一開始我滿懷期待我種出來，我媽親口表我出來，佢就同我應該同我約法三章，講你真係出去嚇，我同講可能生意做上我轉來嘅，我你真係要我本轉來了，好，結果忙啲樣係嘛，我英語就想做不卡，你都想我轉去？對，一開始啊，真是一到環境，真是係咪我用講我上不卡啦，冇習慣。嗰個一通電話吼，我就叫出來咧。我一到講，我爸表我到嘅，我有養到我爸爸到那個三門學老闆，到教師老闆，我養到我爸見起嘅見看啊。但是我伊冇，我啲講係我爸爸啦，伊佢說我伊要轉嚟咩，佢得起佢當叫。嗰個差唔多2-3點鐘以後，我要打電話轉伊，我阿媽就講：好，我爸哦，咪按老人體拜叫字都唔拍得人到嘅，可能幫我咪想啊，通嚟就叫出來，係啊。可是你看到，佢都係你要離開這個溫暖的家哈，係冇經驗嘛哈，未看到唔知會遇到乜嘅事情哈，又燙到媽媽嘅傷哈，從冇會安尼啦哈。唔講係咧，我未啲啊，你未啲你嘅台灣盲人重建院職業重建之後哈，啲嘅你咪學到嘅看唔到嘅某某嘅耳朵嘅乜嘅點字啦哈，按摩啦哈，聽講還有日文哈，還有你咪學嘅盲用電腦哈，呢個也下。你看到文慧一定要做嘅按摩師嗎？可能你自己很有冇強用嘅想法咯。等下這個咧要請李文慧老師來同我分享家嘅故事。一記真善良跳跳，3公半也行跳跳。
跳跳，三公半夜行跳跳。伊家鸟年长跳，伊顺三夫两家开，阿妹家爱不爱了。伊双手，伊记真善良跳跳，三公半夜行跳跳。伊家鸟年长跳，伊顺三夫两家开，阿妹家爱不爱了。给爱不爱了，阿妹给爱不爱了。欢迎好朋友又一摆转到演技节目哦，跳下你跟李文焕先生哦来分享哦这个故事。你看到哦，文焕其实第一嘅人生哈，都到安尼动态改变哈。本来你走的跟大家同样升学考试哈，又是个嘅璀璨嘅未来哈。不過係咧，因為是唔是啊？其實我睇唔睇，我寫唔寫都係半大不小哈。青春期哦，其實應該從你心中很多的那種為什麼是我哈？應該嘅老太啊、老妹、蒼母母啊哈，認為係愛咯係咧。你未看到，其實也係一個罕見疾病哦。從總的接受哈，到後來呢時間上係有冇同樣嘅改變哈。我呢啲台北哦，到安尼學下來哦，你會嫌棄麼？到從嘅嘛嘅按摩啦，係盲用電腦啦、點字，呢時間又想到，我還有嘛嘅做得冇窮用麼？後來你又去讀書哦。對。其實老實講，一開始我一出來台北哈，沒講不是說很偉大的志向，我冇想講學乜嘅，我就想講我離開不卡，想要出來老伯，親手幫我吹昂昂嘅，都要總兩三年當做一個人生，親手我冇講，完全都當你都不卡呢。但是吹以後，看到台北人一片學資訊單位帶幫我哋學嘅東西，我這樣地講。我跟人生一定會改變，因為有好多一開始學按摩咩，按摩一開始其實老實講我唔係講動有興趣，我本來我係想來學天腦，因為嗰時候忙來從前嘅時間我係都卡開插播店，佢本來未必開插播店，但是做來做去沒有興趣，但是插播店我經常我們做唔冇，一三年要開店，喺春台前嚟吧，一天要。迄有天龍啊，就安尼東西引來吧，可能要存較多錢。其實還蠻有買個便利商店，那就安尼想吧，盲定啊，後辦便利商店1000單誒，但是剛才的從前一百個以後啊，就有好多日文，又有好多點字，尤其是點字，盲人的點字，這個對我很衝擊很大。特別人家跟同我講，我目前還看，因為我還看到是的咩。人家講咱目前安尼還看到學點字可能學唔會，有一班人有一度曾經要到台中啟明讀書，佢到現場同我講啊，人家目前還看到學點字要較慢哦，同我咪安尼講，橫掂就安尼打對人句誒，冇一套，佢就到意世界從前個，我好多點字我哋講啊，我本人偏誒，點字那有困難當簡單，一學就會誒，對，原來沒有想象中的那麼困難，然後我好多點字以後我當地講。我就有信心的啦，我有信心講，韓國繼續讀書啊，既然已經學會了另外一個點字的能力，我就想繼續一讀高中，因為我同學個但是讀到很多都讀到大學了，我醫生啊，同學他後邊要出社會嘅，我冇聽到啊，我等於我一直人生一個願望冇實現一樣啊，就想完成講，至少我咪要高中畢業，係啊。佢就當上網一練習嘅點字，佢然後各種嘅錄音，以圖書館加書轉來讀，加教科書轉來讀，準備聽也要考高中啊咧。當碰來考你台北啟明學校，
哇，其实到台北启明学校哦，跟咪高中部去读书了哈。其实都看到哦，大家都启明哈，没想好像还是跟那个按摩没有共用啊哈，因为您都是走职业的训练哈。你本来都会啊哈，你后来你都上网去读书吗？系啊，有冇得按准哈？一开始我都从这本来要学2年咧，然后1年按摩我就下走诶，就嘛我下走我就讲，因为我想去读书诶，嗰个我记得按摩老师咩同行诶，都还有联络。两只按摩老师就两公婆嘛，佢就讲，我看我弟要读书，咁按摩哈还是一技之那个什么讲我们的一技之长嘛。佢讲我先教，先当教我啊，你佢去读书，得到教新的东西就我先学。然後佢同我教我吼，伊講看啊按我按錢哦，伊教咗我誒，嚇教我然就可以讀書咧。嗰個當伊按摩課啊，就先學我啊，就去讀書，伊名點字書，伊讀錄音帶。嗰個伊都睇愛心爺爺就想要讀高中誒，結果伊都忙啲考試吼，沒有一科及格的。第一次越講啊，就新冠都人睇下講個麼條路安排。通唔會影響個按到誒，嗰時候醫生台北啟明醫生上色咩？但是有一節課地理課哈，有一個邱老師，佢就講：哎呀，我冇辦法通講，老師也會冇辦法爽快，你同我傾一下好嘛？講好啊，同傾就講，當然技術按好咩？按得，就冇咧，唔是讀高中，看下條那就上古誒。考試考按快，按差講人佢頭先你講啊當欠，講老師講，我係想要通下高職部嘅按摩課，我就唔是來讀高中嘅啊，我就都從前畢業就好嘅，我就想要讀高中，要冇聽下可以讀大學啊，我嘅想法冇共樣，因為個老師啊，你因為有點種老佢賭氣啊嘅啦，我就變本科，我一定考好來呢。佢當三萬頭，我同學吼生係8歲咩？一邊中間下課佢就要聊咧，就要教，我就多讀書，唔聽我讀書讀到1-2點，當衰冇，我就當然安尼，人家聊我就多讀書，我就我想結果給他得安尼，咁變出來講，有一種自信心出來，都高中1年生噶，我就一出提名都畢業，哇！我給他講嘿。哇，不過你沒想到啊，給有句話講，給小樹哈要長大也要冷水澆灌了。這句話很特別。老師潑你冷水。對啊。不過你也從過來想咩感謝機啦，不然你這樣刺激了。可能是激將吧，後來發現，對啊。好，不過實在講，你同個學生嘅美女同學啦，不過家都很小你8歲哈。沒講你也總得圖都會講也比別人更努力長走的從以前接回來因為其實你嘅國中嘅係嗰度乜個英文數學都不用太研究嘅個也你都看到你不止係高中畢業了，後來你係真正去讀大學啊。係啊，老實講嗰時候出3批就開始搞女朋友嘅啦。係啊，嗰時候我想要繼續讀大學啊，都是沒有份身邊朋友影響嘅啦。因為佢嗰時候都特別喺勞工局工作，佢香港目前冇特別都學按摩家認識嘅學姐。佢固定嚟講，佢咩用出境嘅啦？佢講佢有高中畢業後，佢有公務人員咩？佢講你親手咩讀完大學，我當可以加班。老實講男人主要有按呢，會不會有一招女人這個推動你的魔手？遇到愛情我就下定決心，我就變繼續讀大學。嗰一開始我就因為按到嘅學長姐第一志願係法律系，一開始我對法律系沒冇乜興趣，因為我發現我對社工還有興趣，對服務人群跟人接觸比較有，但是大家都對那個第一志願放在那裡面，我就先講我先把我的目標先變到考大學，個進來提升我嘅目標。嗰次人家都講，因為我真係要返學時，讀師範大學真係要返學時，落去偏遠但是嚟講咩？叫我就佢後來要做先生，
但是其实人家采访来讲来，就会问来讲，李文焕你这么做老师呢？又为什么要当特教老师？其实懂得因素，一个人会有行动一条路好，一定会懂得因素造成的啦。非常特别。假使这时候我国中家有特教老师来辅导我的话，我想我跟人生唔会离暗夜。我就有按你想法讲，他下班来做特教老师的话，我一天唔会帮我嘅学生诶，不用太安度，一天想办法带佢出来。故上来，张伟后来就下定决心了，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自从我从监院嘅时间后。我才发现幸福会比较出来的。你有讲啊，全班27-30人，张上40看伊多一天，23人，但是迄完全全盲的看唔到的。人家有迄默默的，连目珠珠默的啊。啊，讲安尼比到伊，我当幸福了。过个时间，因为我听人家讲的独眼龙在盲人的国家，他可以称大王。我依照我很弱势的人们，低视力的一个目珠还看伊多的人，都给群体独行啊。还当好用啊，当好用，还可以听书给到当多。签我就奠定来讲，我可以听书人，各位下班我去做先生，我可以听书看那多学生诶，我很多都朋友安尼。就像我安尼想要投师范体系的，对。因为做老师真可以影响里面，看给条班我行出来没有受到老师的影响，我还没行出来没受到教育的影响。我喺做一个好嘅先生，可以影响到人。对。哇，嗰时候你看到，其实爸爸妈妈都想有一只做得这杂货店做得吃饭都好嘅啦吼。不过也下看到，你不只系读高中，还有读大学，也下个李文焕老师，佢系啲读博士哈，哇！这故事我张看到给得到总统教育奖了哈，也还一叠台南大学特教博士班哦，哇，个一层一层往上爬哦，你都看到也都系李文焕老师给我奉献自家哈，给很努力哈，去追赶进度啊哈。虽然讲跳下又讲到女朋友的鼓励啦，还有你本一个刺激啊等等哈，其实青春要的系你自家。你自家你上爱做嘛嘅哈？其实你没冇这死读书啦哈，你看到你没有我的高中的时间哈，你没除了从不体育面哈，还有你的一个社团哈，还有一个合唱团啦、管乐团啦、热舞社啊哈，真不有呢哈。古早按看到你没生活也是多彩多姿啦哈。按看到都系你有一个愿望你做得去听书动人，后来你咪毕业以后，你都做得做老师吗？跟当中还有嘛个有个曲折离奇么？等下这个来趟李文焕老师继续来同分享哦。人你强海的时间就会5年，就像伊早怪的上就是跳5年。伊讲伊会好好把爱管理探视，不过按用的爱反正就摸一摸死，伊做得治疗，做得治改编做嘛该偏偏伊会去伫爱的面前，伊讲魔法嘛该下魔法，伊讲伊会都需要多魔力和魔法，该唔系当有钱，伊上的事嘛该爱做得土，伊去存钱，该系一种简单的快乐，不怕先挑简单的法。可能唔系最好，唔讲爱生意，何交有sen气，两种感觉爱唔会讲，伊嘛唔会知 ，maybe 有因伊问作系伊，伊在人爱讲两种性情。还忙许伊问爱许得体毛，就算许得体，嘛会留一口。有一只洞等一下会在。That's my baby girl. 水
哇，跳下恩有谈到李文焕老师啊，有讲到哈，佢不只要讀高中，而讀大學。後來呢時間咪正經要去做嘅老師哈，不過當場呢跳一份工作係代理老師係嗎？嘿，我们都有身家挑查我的底细都弄清楚。好，对啦，一开始因为亚洲线上蛮好考，缺额很少了。那时候94年刚来太好毕业，实习1年，92年刚考。老实讲哈，我是全班第1名毕业的，但是我是倒数第2名考上老师的。对啊，到社会的竞争的环境，现实环境是很残酷的啦。对啊，因为譬如讲哈，依靠现场噶拄到面试噶，前面的委员就问讲，干木主案的能用诶医学教，还有学生诶，还唔多分导诶，也来世来验能用处理。基本弄到老人木主有关迄个事情，譬如人依靠噶其实冇安尼冇。基本冇伊讲木主冇样样唔安尼，但是读到家其实不安尼冇。先有了偏见，对，有刻板印象啊，就会觉得我没办法克服这样子。我听1年刚我抓到重点了，我提讲哈要隐恶扬善。我先善意的谎言，然后我学经历度行所有跟视障有关系的东西，通通删掉。我只保留正常的特教老师应该有的专长。所以人家就唔会歪太，楼不会盖歪，他就会直接会问你说，人班好像有资源班有学生，不主嘛参加，把这个能用处理。其主问问讲，你木主冇要学生诶，安尼干能用处理，其冇安尼问呢。也还好，老天爷好让我的眼睛是外观看不出来，看不到的。你看多方坏特嘞，你看老神经坏掉啊，代表讲说讲这个是有神经片啊，神经坏掉的哈。还好是这样可以骗得过去，那还好那一年的委员都被我骗到了，就让我考进去了这样子。对啊，那后面的学弟妹按多年来94年都要哈，拿给彰师大学弟妹考唔到的考到老师的屈指可数，没有几个人。所以我可能就是少数的几个考上的盲，就算是盲老师了。对啊，不多。希望家哋要談到今晡日節嘅節目啦，哈，就係學那個學長嘅技巧啦，哈，個家都講個有可能哈，講做得有機會嚟考到啦，哈。不過你未啲啊，你要學到你未畢業嘅，未有按好嘅條路，你都好嘅啊。不過我想也熟悉李文焕老師，您怎麼講？你還有後來去讀嘅張博士班咯？好，用為安尼想咯。其實喺專業沒有你個個第1年係考台理咩？考唔到，因為我結識有2隻生意呢，係呢先結婚嘅啊，對啊，個太學先生係結婚嘅，係呢先屋卡顧好來，有條路有錢，要賺錢咩？今年台理今年當兵哦，人家老師哈。上課上完一天都會打嘴鼓，冇人都人家打嘴鼓就多看書，反正阿母條人太賴吼，人等用糖的啦，人等看書糖聽錄音帶的，反正就人等聲音的讀書的，天也當幫人考到，好像後面阿賴哈，不然人幾年的當條路較好，他也一起聽，係啊，挺好看啊。嗰時候我想要繼續進修哈，老實講，咩係有一些原因在哈，乜個原因呢？我專業沒有力，我單沒有力好，我發現沒有力真的懂落後，尤其係社服團體，我有太好畢業，我有點自信，我講，我目主冇愛考太好畢業，我有專長啊，想要講一我沒有力的視障團體盲人福利會，叫我本人排斥出來。有啊，對，因為早期那些團體，我們不知道他們的運作很怪怪的啦哈。講就想，其實我哋就自家改變啊，就有一啲泰國認識的，目主冇嘅，就我哋就創一個新的團體，苗栗視障協會。因為後生人思考模式跟要的不一樣，我哋我本視障朋友沒福利，我哋我本佢釣魚的能力。唔係本件嘅設做好嘅，唔係當伊特別來開票，拿台灣餅嘅啦，米啊油啊，細班件啊，拿轉伊做好嘅。佢但以前嘅非單身嘅，我哋唔係我已經做，因為條路我下計劃，下資訊，我提供按摩資訊，會讓視障朋友不一樣嘛。
那台班为什么没有你懂使用英语资讯？因为只有安逸，只有台北。假使我都没有你办资讯，其迄咩都没有你就可以台北卡当伊来学东西就好诶。开始慢慢的我就创很多资讯，后来我就发现咯，安尼无啦，因为我喺国中身上影响力向西，讲法无太少，还呢读较读书吼，人家讲法人家当我听，咁就其实吼maybe都七个，老师讲还能遇到其他的视障朋友，那种我想要争取更高的地位的时候，我想讲法较太少，有人会听来讲法，甚至也行来讲，我喺读博士班毕业，还拜全国的团体，全国性的团体，我讲话会有一席之地。那而且我的思考，公营英语我思考还较正向，不要白讲，所以一定可以带他们走向更好、更康庄的大道这样子。对，哇，你想哈，也都系李文焕老师，佢系从小爱到大爱哈，都系希望做得带动到通去跳牌强用哈，都系对世界某嘛嘅希望嘅人做得行出来哈，其实才系冇简单嘅哦。不過你看到都系也下成年未睇嘅哈，話我想請歡喜嘅係你爸爸媽媽哈，其實家頭上你哋我嘅身邊我看等都好嘅啦哈，有安尼當然安尼有凡事嘛嘅都好嘅，不過也看到你哇成為家族的一個代表人物然後你睇你圖書讀安好，又有安好嘅態度呀，尤其讀博士，尤其看總統到總統教育獎沒有到總統府哈，家都有那個親戚朋友後來沒發現講一個表弟表妹家都沒有你強用嘅安尼個片母祖沒有受到影響家都看你係看用嘅去循着你的道路來吞世界生命有改變冇強用冇。老實講我那片做內通的啦吼，講遺傳做內通的。以前因為我都家族都我係聽一胎的聲音的，我上面一隻我表姐，表姐，還拍我就聽嘢，所以我生些照片嘛，我還不會表弟就表露台就，但是就強喺同埋強樣片嘛，就生些嘢就發現嘛，記得主要按當年張簽張走出來啦。唔過咩講安東年咩？大概10年前他們就發病了。一開始家給到露台，因為阿姨的家都全台灣到處阿婆共同都冇嘅咩，家都幾廿隻延時，我哋咩搞唔清楚萬人的聲音點樣嘅，還有都係樣嘅，係我外甥嘅啦，我表姐來副眼鏡高咗眼神看唔到嘅，我表姐就咩難過，佢喺當傾。佢都見阿姨講，唔做面啲，有冇考慮遺傳有冇同佢講，可能家人家講出來安尼聲音嘅。嗰一張我表姐打電話請來，同我講假聲音安尼，我就同佢講，沒有關係啊，如果他跟我一樣的病，同佢共用嘅話，阿舅妹活得當好啊，當吃菜咩？反正唔係用認真，一天老天爺會幫你好辦事，唔是講遊戲啦，對，很大病一定會有條路好走。咱有老人外甥的分享嘅故事，讓我變過來，而且佢也按照住第一講，人家關於講置之死地而後生，你已經知道你的結果了，你就要改變，唔是像阿 Q 以前的路路咩，都卡本按多年，唔啲黑白樣誒，也我同講也乜個都可以行。已經可以跟老佢指點迷津，很明確的方向了。甚至於唔係我家族，同埋共樣偏差的人嚟的，也有安尼賴群組咩？同到安尼全台灣有很多同埋共樣罕見疾病的共樣偏差的人，一攏安尼群組，得一分享記得講，哎呦，好像朋友們活着好好的，而且你看得越來越老啊，咩忙完全看唔到啊。記得爸爸媽媽應該有信心說，記得聲音咧，還擺老誒，唔係完全看唔到，只要認真讀書。老師講嘅讀書，做到半日嘅人生變得冇窮樣。咩？因為我讀書，人家都講我讀書。其實老師講學技術咩窮樣啊？我哋嘅同學、老學長就做按摩嘅，賺錢比我還要多啊！係啊，做頭家。係，所以行出狀元咩，做安尼啦。嗰時候你看也係人家表姐啦，還有一些朋友親戚，你是幹
你这是结婚叫还是没叫？你敢有给怀疑，还有害怕，敢有安尼给考虑呢？老实讲，一开始刚来结婚刚好，我不卡嘢，佢成日都偏向唔知讲會有那種嘅遺傳。哦，就我生嘢，其他嘢係盲發病咩？我結婚剛盲有嘢發病。唔知啦。我就心盲一驚啊！然後我當喜歡生人嘅，我從細我就喜歡生命，我學雕嘅學嘅。種菜啊，種花的，我就喜歡種動刀安尼，看到生命旺盛的感覺，這是會讓人喜悅。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當一個稱職特教老師，因為我唔喜歡生人呢，小朋友都很可愛。然後我朋友還願意幫我生的話，生一打我也 OK。對啊，籃球隊。哎呀，生意都得影響啦。後來係冇事情啦，哈。按都好啊，我哋嗰種遺傳的方式哈，係母系遺傳，我唔會遺傳下伊。對，要我的妹妹，我老妹叫我長有可能會遺傳到。可能這樣子遺傳的方式沒懂，莫名其妙的公平，因為我有偏，我老妹增少，我老妹叫我生意呢有可能會錯到，這樣其實不是很理想啊。希望以後這樣基因工程，它把醫學發達了哈。要把我們這種病解決掉，對啊。也很多係雷博氏症啊，哈，不過也係未看到動到罹患雷博氏症嘅朋友，動優秀呢，哈，有動到咩？同時間活得很好，很精彩，哈，你今日有聽到啊，也係你今日主角都係李文煥老師，因為嘅故事本人感動啊，你未看到。佢哋去年佢咪喺台南大學特教博士班就讀嘅時間，佢都得到總統教育獎，雖然講係年齡最長的得獎者啦，不過哇，大家看見哦，哇！還係按後生啊，還係按煙刀啊，不過也都會看到李老師佢有行出來沒有去做動到嘅生命教育嘅演講哈，去分享家嘅故事，睇下安尼聽下來，你可能會想，李老師佢也係去到哪佢都唔會講哦。不過等下 Andy 又愛某種嘅單元，我來強調一下李文煥老師哈，因為佢教學的足跡行到動到演示哈，沒有去離島哈，哇，安尼看到感做得按風片去行咯，等下就來喲。一陣風發生思念嘅意，點入心。想念慢慢累積，不知你心肝都還有傷，愛慕談歡喜，想你的笑容不會停，一粒心溫流動滿情意。真正思念嘅回憶，用真情一生一世留你無分離，真心對你講出來，我真心愛你，唔驚歲月無盡變化，風霜冷意，溫暖雙手包圍你。故事，千年萬年沒改變，思念證明恨嘅永遠，用伴侶的你嘅影，也恨嘅情夜。過來，串串思念嘅你，你跳下，永遠
天上下怀念的回忆，用真情一生一世留念无分离，真心对你讲出我真情爱你，不惊岁月无情变化，风霜冷意，温暖双手包围你，不爱呼吸。千年百年不改变，思念证明，爱的永远，用满留给你，给你，永远的心愿。手送青春等待给你，打开你的心，看见心中真爱给来你。不惊岁月无情变化，风霜冷意，温暖双手包围你，不爱呼吸。千年百年不改变，思念证明，爱的永远，用满留给你，给你，永远的心愿。同道地方唔好行，同道残障朋友老老人家无法度出門。你點乜嘅係無障礙嘅設備？你靠下來創作 UI 無障嘅房間吧 ，UI 無障。欢迎好朋友来到友爱某种嘅单元哦，好跳下英公嘅李文焕先生哦，佢係呢個特殊教育的老師哦，我巡迴係冇，我到冇共用演示去哈，唐公要你去到16個縣市，還有離島哦，哇，你有朋友帶你去冇？你自家去咯？但是我是甲伊啦，平常的時間我去投入喺苗栗國中的身上，就是我借我苗栗18鄉鎮的個學校，可能在學校有視障的小朋友，我就派案派我去學校搞記，我們就叫巡迴嘛，你就你伊啦哈，當伊無項目工在學校伊搞學生的，做人巡迴老師，但是做嘛新聞報道我行按到驗屍，唔咩都苗栗聽聽。其實佢係有原因的，沒剪彩啦哈。上到現在，我從太空醫院生開始，我就開始做的。太空醫院生家，我們台灣剛好研發了盲用電腦，台灣的盲人開始進入了 Windows 的時代。大家都知以前特別係 DOS 嘛，後來當後來才進入現在的 Windows 時代。那時候我就係替北洋太空省接受資訊呢，接受唔係資訊，係接受那個盲用電腦訓練的一個第一批的大學生，然後都本來聽到冇怕用咩，看唔到冇怕用，條白聽到冇講法，家都冇用，結果有這種東西還個很好哦，我可以自己打報告哦，乜事情都可以做的。嗰個開始我就批下教育部推廣教育，比如講雲林這片雲林縣哈，雲林這片有小朋友家有3兄妹啦，都是看不到的。其實我來講，李同學你有沒有興趣？一同來天數搞，講好，我願意，好我去，也是自己摸索，拿怪棍的啊，給他講個白手杖，盲人的白手杖，這個拿棍的一籌破茶，伊都給這個請伊搞起啊，所以你慢慢的奠定來這個懂得驗屍的基礎了。就支援盲用電腦的教學，嗰日很多年都因為到台南大學進修嘛，台南大學也偏有，已經給他發現台南的隔壁做澎湖咩，
澎湖演这片的盲人还有失踪的朋友啊，给资讯落差动态。这片的视障朋友没收过资讯，500人3人哦。哦，按斗哦，对，他们有500多个盲人哦，可是真正做按摩的只有2个。哦，很可惜，这边的视障小朋友，但是阿爸妹都要给送到台湾那边来读书。其实这边的小朋友还有办法到这边读书的话，还没不是离乡背景来到台湾。过往到台南大学特教系这边去的方案比较紧，反正人家不用了工啊，就人家不用了，不用暑假和放假啊，就走一个澎湖这边高价的。哇，食材也是到处有诶哈，你没看到伫离岛啦、偏乡啊，大概有按那个需要哈，都是希望按你没做的按你会嘅来高价的哈，我想也条路行下去哈，希望以后有机会没做的来谈李文焕老师，就会继续来到嘅节目来到分享人嘅故事，好吗？好。咁樣食材都感謝李文焕老師，什麼呢？安子說，什麼大家的收聽，拜拜。你感謝好朋友的收聽，下個禮拜仲這邊看到獎上來了，什麼呢哦？露水蓋日淚花，黑馬沙老雞打扮安詳，吊瓶下蓋霧上吊，黑馬沙有基本嘅安次日，露水蓋日淚花，黑馬沙老雞打扮安詳。
天台，讲较天台，讲较讲较 That's right。